大家好，我係 Gamma X， 歡迎嚟到我記頻道。我會分享對美國股市記獨到見解，從做市商記角度分析個股記期權 Gamma 數據，助你了解股票價格走勢、支撐位同阻力位。你記支持就係黑暗中的一道光。本頻道目前沒有任何廣告收入，所以你記點讚、訂閱和留言係我們維持運作的動力。如果你喜歡我們記內容，請點擊訂閱並按讚影片，咁樣會有助於我們吸引更多觀眾，並為你製作更優質記股票期權分析影片。在支撐位買入，在阻力位賣出，直到出現明確的突破。標普500指數 ETF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2.36%， 最高 681.70， 最低 650.85。收盤價 679.68， 低於錨點 68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0.00 下方 0.05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36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80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SPY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26.63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沃馬減少 61.74%， 減弱 Vega 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0.00 元下方 0.05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80.00 元 0.05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80.00 元 0.05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660元到680元。Delta 變化 82.75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 9.76%， 華拿變化 100.00%， 沃馬變化負 36.89%。SPY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景順 QQQ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3.03%， 最高 616.19，最低 580.74， 收盤價 614.27， 低於錨點 615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15.00 下方 0.12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50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15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QQQ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中性。Delta 減少了 4.66%， 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降低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大多數希臘字母正在下跌。Delta、Gamma、Vana、Vama 表明期權動態記趨勢看空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15.00 元下方 0.12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15.00 元 0.12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15.00 元 0.12%， 股價區間由68元到615元。Delta 變化負 15.45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 6.67%， 沃馬變化負 6.57%。QQQ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英偉達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
範圍為7.32%，最高196.00，最低169.55。收盤價180.26，高於錨點18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185.00下方2.63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42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18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NVD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77.12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74.44%，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185.00元下方2.63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180.00元0.1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180元到185元。Delta 變化78.68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3.23%。華拿變化負16.28%，餐飲變化70.57%，沃馬變化負4.03%。NVD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特斯拉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7.93%，最高428.94，最低383.76。收盤價426.58，高於錨點42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30.00下方0.80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34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42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TSL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75.14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108.54%，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30.00元下方0.80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20.00元1.57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420元到430元。Delta 變化74.50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11.11%。華拿變化負13.14%，餐飲變化87.12%。TSL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蘋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2.76%，最高280.38，最低265.67。收盤價277.5，低於錨點280.00。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下方0.88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39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8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APL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33.79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沃馬減少38.03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
收盤價係阻力位280.00元下方0.88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80.00元0.87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80.00元0.87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275元到280元。Delta 變化78.62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4.55%。華拿變化32.56%。沃馬變化負27.11%。AAPL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亞馬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5.54%，最高231.75，最低215.18，收盤價229.16，低於錨點23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0.00下方0.37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28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3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MZN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增加了87.22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71.68%，影響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23.07%，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0.00元下方0.37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30.00元0.37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30.00元0.37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股價區間由225元到230元。Delta 變化88.34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46.81%。餐飲變化71.41%。沃馬變化負18.51%。AMZN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谷歌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10.45%，最高328.67，最低289.17，收盤價320.28，高於錨點32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5.00下方1.47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35%，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32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沽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增加了12.30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200.00，影響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325.00元下方1.47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320.00元0.0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，
股價區間由320元到325元。Delta 變化 18.39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 18.75%。華拿變化負 67.27%。餐飲變化 100.00%。沃馬變化負 7.84%。股走勢為中性橫盤。Meta 該股票係過去5天上漲 7.55%， 最高638.36， 最低581.86， 收盤價633.61， 高於錨點63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35.00下方 0.22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低 33%， 成交下跌，流動性減少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35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Met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82.72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、機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 172.59%， 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 91.99%， 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Delta 顯示趨勢看漲，有利於看漲期權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35.00元下方 0.22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635.00元 0.22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600元到635元。Delta 變化 80.95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負 14.29%。華拿變化 18.69%， 餐飲變化 100.00%， 沃馬變化負 46.33%。Meta 記期權希臘字母為背離，走勢為弱看跌。微軟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3.00%， 最高 493.57， 最低 464.89。收盤價 485.50， 高於錨點 48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500.00 下方 2.99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 15% 內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 485.00， 可能為主力買入。MSFT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30.69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、機敏感度增加。餐飲增加 200.00， 影響 Delta 記時間衰減敏感度。沃馬減少 63.91%， 減弱 V 嘅對波動率變化嘅影響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500.00 元下方 2.99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485.00 元 0.10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475元到500元。Delta 變化 69.17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 19.82%。餐飲變化 100.00%， 沃馬變化負 38.07%。MSFT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今日嘅分析就到此為止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
請按讚、訂閱，並在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或你希望我分析嘅下一個股票代碼。感謝觀看，我係 Gamma X，我們下期再見。